乌巴武汉发生肺炎潜在个继续咧传，香港从中岛到今仔日个增加6例疑似的病例。选前最后一礼拜，蔡定营恢复造势行程，落南去南部拜票，韩定营是伫新北扫街。美国驻巴格达基地被攻击，川普警告已经锁定移动52个基点，呼吁移动唔通凊彩行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杨淑晴。新闻开始来关心，中国武汉出现44例不明原因肺炎感染的病例，其中有11例是重症病例。卫福部疾管署表示，统计到上午并无搁再增加。若是新加坡有一位查某囡仔出现疑似的镜头，不过经过确认，只是感染到一般的感冒病毒。另外，香港伫昨中昼到今仔日新增加6例疑似病例，现在累积14例。世界卫生组织 WHO 已经接到中国通报，武汉发生不明原因的肺炎疫情，继续关心注意发展。5号中国无经新感染的病例，依然维持44例。伫新加坡一名去过武汉的3岁查某囡仔有感染的情形，检验了后确认是去为着一般的感冒病毒。而香港当局5号中昼表示，如果6个人对武汉返来香港了后出现类流感的症狀，必須嚴加注意。監測嘅範圍咧係擴大咗嘅，即係話咧喺過去14日咧係曾經去過武漢，無論佢有去過街市冇去過街市都好咧，如果佢係發燒嘅話咧，呢個咧係醫管局或者係私家醫生咧都需要呈報。新增加疑似病例，即陣情況穩定，香港即陣累計14例。港府表示會加強甲中國的疫情情形了解，來掌握上新資訊。而台灣對去年底啟動武漢直航入境班機定期檢疫，8航班總共檢疫747名旅客甲機組員，只是出現8名輕症旅客。有5位都是輕微的呼吸道的感染，那另外3名就在那個我們地方衛生局都還會再持續的追蹤。疾管署表示，若是武漢當地疫情繼續擴散到社區，會擴大定期檢疫航班的範圍，也是提醒民眾，若是到中國武漢甲鄰近地區，應該避免到華南海鮮市場甲接觸禽鳥，更加要保持個人衛生的良好習慣。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看到開699億的捷運環狀線，伫今仔日進行第2屆的理勘作業。雖然今仔日的狀況模擬伫救援列車甲各種列車連結失敗，不過理勘委員嘛是肯定捷運公司整個的作業流程。黃白色車身是捷運環狀線主色，新北捷運環狀線甲文湖線採用中運量，不過車廂之間互通，每一班車應是650人。環狀線開699億，連接新店、中和、棒球甲新莊，路上為大平林站甲新北產業園區站有14站。廣義的公共藝術跟我們的電聯車呢做一個結合，不但在外表上，而且它的內裝上都充滿着藝術感。原定伫去年底要通車，不過因為旅勘委員對安全營運依然有疑慮，無法度如期通車。伫初五進行第2擺旅勘作業，交通部邀請專家學者成立旅勘小組，實地勘察模擬演練。现在行动中心电脑异常，那稍后列车会有延误或者是停靠较久的状况。模擬行控中心發生問題，緊急排除各種列車停在軌道中袂頂袂動，有關列車為後邊慢慢推進，連接各種車尾，準備啟動手動駕駛推動各種列車。不過原研救援計劃出狀況，列車連接失敗，列車停擺半點外鐘，最後只好啟動等電，才好先開路車改坐另外一班車。它是把它鎖死了，所以再怎麼推，我們後面就沒辦法推過去了。針對這個會有異常的車門開啟，可能是剎車這咬死了，我們要列入旅勘前一定要改善。旅勘狀況真濟，旅勘委員表示，針對列車無法度順利連接的無正常狀況，會列入改善要點，要求捷運工程局加強通車時間等待總結會議結論，改善了後報車交通部核准。記者綜合報道。來看到2020大選檢警偵辦幾小時，但是嘛出現警察是毋是對民眾查水表搶業績嘅爭論。國民黨團今日上午公開一份警政署去年5月頒布嘅公文，顯示警察查選舉幾小時甲賄選考績分數攏同款，即期是鼓勵警察會當隨意傳調民眾。
看手机啊，面册持赞分享，社群媒体开真侪不实言论的散播来源。不过国民党团5号开记者会，质疑警察办假消息有抢劫罪的办案压力，也提出警政署2019年5月颁布的公文，显示警察查选举假消息的考级分数，甲查贿选的分数相款悬，是相当不合理的情形。网络假消息查到是10分，这个10分跟什么一样呢？跟查到贿选金额不到200万。的也是10分，查贿选这么困难，但是查假消息这么简单。我觉得蔡英文总统你要出来讲，你要告诉国人，你怎么样保护言论自由。前台北县长周锡伟甲国民党团也指出，有民众在警察无团票前方下就被传走。面对查水表这指控，法务部甲警政署刑事局在休假日赶紧出面来回应。是因为有人告诉告发。所以呢，受理的警察机关哦，甚至还有过去还有前几天还有一个调查机关呢，他们呢才会去做某种必要的了解。假讯息的部分的话，它传播的速度很快，所以要立即做一个遏制，对这个查处假讯息哦，它的分数比较高的一个分数的一个核定。国民党团要求警政署3天内必须公布所有查假消息的案件数量甲内容，若无排除行上过路。而刑事局是公布数字，对2019年到即阵，侦办网络假信息案件开设政治人物的有287件，也点出对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的网络恐吓有48件，已经移送29件。强调无只是办国民党，无办民进党。执政党伫去年开始积极打击所有的假新闻、假消息，不过在选前也真是在野党的攻防焦点。记者综合报道。乌英直升机失事，社会气氛也真悲伤。但因为这礼拜是总统立委大选前最后一个周末假期，政治人物嘛开始选举行程。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今日去南投埔里替党籍立委候选人助选，嘛佮讲到国军的重要性。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甲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为暗暝伫台南大会师固守连赢大票仓。蔡英文上台时，佫强调，这前4年的政绩，爱选民支持民进党斗阵守护台湾的民主。依靠中国受罪，咱甲会使越拼越国际，大家讲对啊对，拼好赢，拼好关，拼出台湾第一名的好不好？除了拼总统选举，党籍立委候选人也排对排，营造大团结气势。乌英直升机失事了后，民进党停止3天竞选活动，初5早起恢复造势活动，展开中南部行程。第一站就到南投埔里兴吉宫拜拜。面对中部乡亲，蔡英文无特别讲乌英失事的事件，只是再三提起国军的牺牲奉献，希望大家用家己的方式守护台湾。国军来保护咱的国家，咱足感谢伊的。不过咱家己嘛爱尽尽国民的责任，就是选举的时咱来团结。伊的副手赖清德早起伫台北市竞选总部出席蔡英文客家后援会活动时，提起予大家震撼而且悲伤乌英事件，呼吁大家斗阵团结为台湾。大家把竞选活动停下来，没有去做任何的政治上面的计算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再进一步的去做计算的话，我相信国人应该不会支持。选前最后一个假日，乌英直升机失事事件相关细节拢要伫调查中，社会充满着哀伤的气氛。政治人物恢复拼选举行程，要把握最后的黄金周冲选前。记者综合报道。距离总统大选只剩最后1礼拜时间，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今仔日进行唯一一届的车队扫街，伊的副手张善政是地表列替党内立委候选人助选。投票进前的超级礼拜，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回访新北市，为伊的家乡中和开始，伊甲拄仔出现热情的支持者，佮随从起立，举国旗发动选。韩国瑜韩国瑜韩国瑜甲立委候选人邱凤瑶的扫街车队为中和民地活动中心、南市甲捷运站，最后到邱凤瑶的联合竞选总部，这嘛是韩国瑜唯一的一届车队扫街。前台北县长周锡伟嘛专程陪伫边啊。中和土生土长，所以今天来到家乡，那第一次站到宣传车上，
看到我们中和很多乡亲发自内心的喜悦，对治安有信心。我也认为台湾的民主已经完全成熟了，所以我个人不会穿，我宁愿戴假发，我也不穿防弹背心。对治安有信心的韩国瑜做国民党上强的带头，全力优待立委候选人的选情。有风声讲，伊的查某囝韩冰要伫初9的凯道造势活动出现，做伊上强的催票王牌。韩国瑜讲，目前也无相关的规划。不过，伊到中和拜票进前，伊早起先到桃园的大溪，向前总统蒋经国致敬，而且甲蒋经国的新妇蒋方智怡见面。伊的副手张善政是伫苗栗走透透，走选党内的一位候选人，同时批评民进党该行做歹代志。民进党过去3年半在立法院过半，可是一例一休这个坏事情，没收公投这个坏事情，通过反渗透法这个坏事情，要记得说，民进党的人进到立法院只会做坏事情。张善政呼吁，无论如何，拢爱向民进党落台，选情上尾爱冲刺，国民党要拼中环之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甲台湾民众党主席郭文铁，今日拢伫中台湾拼选票。面对前一天国民党的政策发布会，宋楚瑜是批评韩国瑜借晓补大陆的窟窿。另外，郭文铁嘛针对中部空污问题，提出爱用科学的方法说明解决。拜六要投票，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早起到台中写春联义马，这嘛是伊参选2020总统以来头一摆伫台中的公开活动，甲哪里大型造势活动真济无共款。亲民党继续遭逢激战，对前一天国民党定下国政领航台湾起飞政策发布会，伊批评韩国瑜敢会向补车路的坑。过去的这些讲了半天从来没有做到的事情的人，在那边讲一大堆的话。韩市长有一个成绩单，修马路修一些洞洞，看看，做了1年了，唯一一个政绩是人家说铺了马路洞洞，国家现在更大的洞洞要去做嘛。选前上尾一个礼拜，唔拿宋楚瑜伫台中，台湾民众党主席郭文铁嘛全力抢攻中台湾的选票。针对中部空气污染的问题，郭文铁认为要用科学的方法说明，而且解决。政府要能够用科学的方法去实际说明一下这些空污的组成到底是什么。所以空是台中火力发电厂嘛，空污真的是6000吗？我想这要科学的数据来回答。亲民党甲民众党拢由党主席带队催票，不过发出进党票到亲民党的前鸿海党署长郭台铭是继续为伊的子弟兵李静来互选。看头前哦，来啊，看我这里。排队的人真多，不少人拢想要摕到过党亲手本的红包，阁有人特别早册来互过党签名。这是过党第17届的互选李静怡，目的就是要甲伊送入咧国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到中部地区立委选战激烈，一向国民党票数真悬的花莲，因为前县长鲍坤琪用无党籍的身份参选，唔但影响国民党候选人可解选票，嘛对现任民进党立委萧美琴的连任造成威胁。另外，伫台东方面，国民党派出副县长张志明挑战现任民进党立委刘兆和，呈现拿力对决的局面。花莲虽然是国民党大票仓，却是在2016年，和民进党籍的萧美琴以6万外票成功拿下这个一向是国民党的席次。不过，这是不是代表花莲选民已经跳脱失地？地方上看法不同，尤其是前县长傅坤琪加入政局了后，他在花莲的政坛纵横了20年了，那他实力也非常的强，但是他的参战虽然让选情更复杂，但是我自己的心情跟策略还是一样哦。历经3届立委2届县长傅坤琪无党籍身份参选，并且辅选韩国瑜。我们要守住东线，花莲这期守住，不然整个东线的交通未来都没有人来为地方的乡亲发声。而国民党这边铁家一直限立，国民党分裂之苦，亲像韩国瑜全台辅选今年跳过花莲，而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进前在花莲更加直接爱选民集中火力，和傅坤琪当选。每个人都心里自有一把尺啦，好，真正难不是只有国民党提名而已，还要心中认同国民党的核心价值。而台东立委选前，这摆有4组立马参选，现任民进党立委刘兆和已经在各乡镇拍下真深的民意基础。把过去几10年来，
应该要做的这样的基础建设能够加以迎头赶上哈，比如说交通还有医疗。国民党是派出台东县副县长张志明出身宜兰，不过一直在花莲台东两间大学做教授，被对手以非台东子弟攻击。当然了，还有很多法规像海洋三法的部分，我们怎么样能够兼顾到生态保育，还有我们台东的发展。另外，有民众党的陈文平，也有无党籍的张坤豪，台东选情看起激烈。不过，其实也是民进党甲国民党两大党较占优势。另外，花东选情也有一个共同所在，就是候选人拢大开交通支票，无论是苏花、南回界，也是国道6号、环岛高速公路、花东快，拢凸显花东选民对交通建设的愿望。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地方消息，台中市文心路伫完成捷运相关工程了后，伫部分的区段设机车停车格，但是伫车流量较大的路段，常常发生机车驾驶占用车道。伫前几日嘛发生车祸，民众反映停车格设计有问题，希望会当改善。台中市文心路甲清水路车流大，无论直行也是等发，车速拢真紧。机车骑士将车停伫合法停车格，要离开亲像咧拼命，脚手爱真美丽。对，因为你看不到后面的这台载车，所以你看不到的话，就会危险上会比较大一点。像在早上7、8点的时候，还有在下午4、5点的时候，因为车子这流量会比较大。这位先生住伫附近，知影这路口的危险性，会先开灯或灯号，或者是伫行车顶用看车方式将机车牵出停车格。啊，不过真侪人拢是直接退后，车身就占向慢车道，真危险。这路口佫发生过车祸，技师骨折送医。13天前吧，然后那个也是这样拉出去，然后后面的车直接追撞，手就直接骨折了。机车给放上去，大概应该最少超过10件有。市长建议机车停车格应围出的，避免机车退后时占用慢车道。有人建议尖峰时段修正青红灯。台中市天管处表示，车祸甲停车格围设是不是适当无一定的关系，不过会检讨开出大节路段机车格改善方案。机车一牵出来就是慢车道嘛，慢车道它可能也是比较有一个危险性是没有错啦，但是它本身机车它是在路幅的宽度是够的啦。台中市文心路围设机车格了后，就发生10多件大小车祸。台中市天管处指出，目前文心路沿线机车停车格有将近2000个，伫公车停靠处前后甲大路口等活的所在，会检讨停车格围设的适当性甲安全性，保障市民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伫4年前，高雄有民众检举，讲林武区有一间公司连续2天偷排废水。经过调查了后，罚这间公司540万，万为检举人属于被检举公司相关的企业员工，因此奖金提悬3倍，会当领到216万的检举奖金。来到高雄林武这间公司外口，客查人员发现废水一直排向外口的排水沟，听起来阁有真臭的味。发现工厂正在排放废水。哦，不是雨水，很臭，应该是染做伙啊，都臭的。这是民国105年4月的客查画面，当时有民众检举这间公司违反放流排水的标准，阁有泄漏排放的行为。客查人员连续2天到场，拢发现这个状况，累积来开发业者540万，相关检举人员嘛领到200多万的奖金，是全国第一件成功发放专业的水污染检举奖金的案例。那我们那时候它是主要是连续2日绕流排放，那总共罚了540万。如果你是工厂的相关的一个员工，那你具名检举，那它最高可以乘以3倍。所以最高是可以到达六成的一个奖金。市府表示，检举人的身份是违规公司的相关员工，符合着保庇者的条件，因此奖金是提悬到3倍。等罚金入市库了后，就赶紧来发放着奖金。环保局表示，防治水污染科客查人员是无法度全面兼顾，需要民力的协助，会当避免着业者污白污染的环境。民众若是老实检举，而且查证确定有这个状况，一定会来发奖金。记者刘廷丹、hen坤个人报道。
一般拢是爱去到山顶才会当看到美丽云海。不过现在伫海拔250公尺，卖当欣赏到云海。这是伫高雄的小公山。最近有不少民众发现去爬山的时，拢会当看到云海伫整个山头的美丽画面。徛伫高雄小公山的顶面，人雨布包掉咧。离远的所在，云雾也慢慢划过来。山脚的阿公店水库，山色美景，互云海砸掉咧。好漂亮，好漂亮哦！太美了，等的有值得。这平地的这个云海，通去看吼，足水的，好像没有什么差别呢。爬山看到云海，民众真欢喜，摕出手机来记录这特别的时阵。有人讲，伫当地待了50几年啊，也是头一摆看到。也不过云海景象最近陆续有人看到，也互民众真好奇。这个山只有251公尺悬，为安怎有云海呢？高雄气象站研判是地形关系加上挖滚水库。山谷间本来空气就比较潮湿，那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因为夜间的辐射冷却或者是山上的冷空气聚集到这个山谷，所以整个山谷间的空气呢温度降低，那这一些水汽呢就容易形成小水滴，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雾或者是低云。气象站表示，被清水高雄后花园的小公山当地有观测站，即要测到相对湿度达到100%，就有机会看到云海。民众若想要再看到相关的景象，不妨参考当地气象站提供的相关数据。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新闻，美军用无人机弹死伊朗军事将领苏莱曼尼了后，伊朗政府讲绝对会报仇。偌久伊拉克就传出空袭，火箭就落伫咧美军基地，而且美军嘛伫中东增加兵力，现在情势真紧张。美国总统川普测试伫推特警告伊朗唔通轻启妄动，佮表示美方已经锁定52个对伊朗文化有真悬重要性的目标，若在海南保护这目标会遭受快速而且严厉攻击。同一天，美军第82空降师增援3500名官兵去中东。就伫川普警告进前，美军自巴格达以北巴拉德空军基地被2粒火箭攻击。另外，巴格达维安严密地区，也就是包含美国大使在内各国外交人员驻地所在，也被连续的火箭攻击，无伤亡传出。伊朗革命卫队海外特务部门圣城军领袖苏莱曼尼遗体，伫7月为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被运回伊朗，伫胡奇斯坦省中部都市哈瓦什沿路客满送行的群众。由最高领袖哈米尼举行祈祷仪式了后，在在地故乡科尔曼，哈米尼已经指派苏莱曼尼的亲信副手卡尼，要做圣城路新任指挥官。佮表示展开复仇圣战。专家表示，卡尼甲苏莱曼尼拢是62岁军事背景同款，圣城军所有行动由苏莱曼尼负责，伊甲卡尼分工。佮直接向最高领袖哈米尼报告，为伊朗表示要为苏莱曼尼报仇。伊拉克佮传出空袭，美国中东征兵，国际之间拢感受中东地区紧张情势正在升悬。记者综合报道。印尼首都雅加达伫跨年元旦时连续落大雨，结果发生大水灾，造成60人死亡。目前也有真侪被疏散的民众无法度回去厝内。伫雅加达市郊区，雨大水淹过木加西街路上，这台箱仔车顶互树仔去掉咧。伫众人的协助下，才解降乱。可见这场大水的冲击力量有偌大。Jadi arus deras terdorong sehingga dia menjadi terbalik. Dan yang jadi masalah kan ini menghalangi akses untuk tim support yang lain sebenarnya. Jadi kita datang itu mencari setelah air surut. 伫了瓦岛南部的大雅加达甲瓦郡的地区离巴克出现严重死伤，大水甲路甲大桥拢冲歹去，军警用直升机空投物资给民众。Susah untuk transportasinya bagaimana saya kurang tahu. Jadi sekarang saya ya belum bisa menilai lah Pak。根据印尼气象气候甲地球物理局的报告，这摆大水灾是对1866年有记录以来上强大的落雨。官员表示，无排除死亡人数也会增加。这摆雅加达做大水起因是跨年元旦的连日暴雨，造成大水崩山。当局撤离几啊万人，并且有超过17万人被安置在救援中心。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全台各地拢是一份好天，只有东半部甲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继续咱来看各地详细天气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5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17度。东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7度。华东地区上低16度，上悬23度。新闻最后带乡亲做伙去伦敦看高水的动物。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咱再会。